雞飯老抽咧，佢除咗具備嘅功能調色，係好晶瑩通透嘅紅潤，帶點老色，但唔係啞色。佢有增香嘅作用，就係話佢有豉味，仲有佢有焦糖嘅味。古法炆鮑魚，由於我哋咧體現咗兩種鮑魚，第一種我哋用鮮鮑嚟做，按乾鮑咁嘅方法嚟煲。其實喺鮑魚嘅入色過程裏邊，大家同等嘅斤兩，同等嘅份量。雞飯老抽係比1，草菇老抽係比2。用草菇老抽煲出嚟嘅鮑魚啞色，雞飯老抽煲出嚟嘅鮑魚嘅好明顯咁亮麗。雞飯老抽豉油咧，打嘅芡係晶瑩通透嘛，鮑魚本身煲出嚟晶瑩通透啦嘛，色澤好亮麗啦嘛，咁咧佢可以保持佢嘅基本嘅色調一致嘅，冇偏差，所以定色咧雞飯老抽係有佢嘅獨特之處。